這次競標對我們公司來說至關重要。成功，我們公司在業界的地位就會上一個大台階；失敗了，就一無所有了。这样做会不会風險太大了？我們公司業績一直還都不錯，這次有必要玩這麼大？我到底為什麼要費盡心思讓他們在一起相處呢？我其實只是想要讓孩子都和他爸爸在一起，可是他會怎麼認為？而我又到底該怎麼辦呢？他現在應該是幸福的，我又何必要去打擾他呢？我不就是要他幸福快樂嗎？可是為什麼幸福的不是我們一家三口？難道他現在心裡都只有乃夢而已嗎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嫂子，仁义来了。哎，需要帮忙吗？哎呀，不用了，你们两个先去院子坐，我等会端水果给你们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嫂子。先坐。哎。来，坐。哎，林总，客厅里那幅画模特是谁啊？是嫂子吗？